真係估唔到喺香港半山呢個豪門派對夜，竟然會上演一幕令全港媒體集體窒息嘅時代葬禮。當王菲望住謝霆鋒，眼角帶住抹擦唔掉嘅微紅，輕輕講出嗰句祝大家幸福，成個半山區嘅空氣好似徹底凝固咗。呢個絕對唔係咩天后嘅豁達，而係一場孤注一擲嘅決裂。曾經不可一世嘅浪子謝霆鋒，就企喺佢3步之外，成個人好似被美夢反噬嘅石像一樣徹底呆住。呢個唔係劇本，而係3個人糾纏咗大半生嘅宿命殘局。當晚王菲着住一件極簡嘅深色長裙，清冷得好似一把啱啱出鞘嘅冰刀，直勾勾咁刺向嗰個自以為掌控咗全局嘅男人。喺呢場長達20年嘅博弈入面，其實從來都冇贏家。謝霆鋒嘅震驚入面，藏住20年唔敢講出口嘅苦澀。佢以為只要自己低頭，保持沉默，就可以喺2個女人之間築起一邊名叫體面嘅圍牆。但佢忘記咗王菲係邊個，佢係寧願燒晒成座森林，都絕對唔肯喺枯枝上面苟活嘅孤傲鳳凰。王菲嘅眼淚從來都唔係軟弱，而係最狠毒嘅告別。天后呢個頭銜太重，重到佢終於決定喺呢一晚親手將佢打碎。而謝霆鋒眼底閃過嘅驚慌，正正係因為佢意識到呢個永遠會原地等佢嘅女人，今次真係親手推開咗佢。如果你仔細盯住謝霆鋒對眼，你會發現嗰度係一種坍塌一個男人維持咗20年嘅精神支柱，喺眾目睽睽之下被當事人親手拆解嘅尷尬與恐慌。喺香港演藝圈嘅圖騰入面，謝霆鋒以前就係叛逆嘅代名詞。佢襲過吉他，頂過包，喺最輕狂嘅年紀娶咗最烈嘅張柏芝，又喺最沉悶嘅歲數找回咗最冷嘅王菲。佢一直自詡係呢場3人博弈入面嘅棋手，但此時此刻，佢好似一個跌咗劇本嘅臨時演員。王菲嗰句祝福，好似一記無聲嘅耳光，抽碎咗佢精心修補嘅太平盛世。呢20年嚟，謝霆鋒一直在玩一場極其危險嘅平衡遊戲，一邊係血脈相連，永遠無法切割嘅張柏芝同2個仔，嗰係佢作為阿爸逃唔出嘅責任同虧欠；另一邊係靈魂契合，卻始終無法落地生根嘅王菲，嗰係佢作為個體最極致嘅向往。佢喺中間拉扯，幫王菲做咗一個名叫愛情嘅溫室，卻忘記咗溫室出面張柏芝嘅一舉一動 ，Lucas 嘅每一次成長，都化作現實嘅冷風，不斷吹裂溫室嘅玻璃。王菲嘅含淚告別，實際上宣告咗呢種中間地帶嘅消亡。就在謝霆鋒嘅震驚仲未消散之際，空氣中最後一絲氧氣被張柏芝徹底抽乾咗。張柏芝企定，目光掠過謝霆鋒蒼白嘅面，最後死死盯住王菲從未轉過身嘅背影。嗰一刻，佢眼神入面閃過嘅唔係勝利者嘅狂妄，而係一種玉石俱焚嘅孤傲。呢啲年，佢將自己活成咗謝家苦主同堅強單親媽媽嘅符號。佢喺直播間賣力吆喝，用編輯嘅勤勉築起無性嘅堡壘。但今晚佢拆咗個堡壘，露出了入面嗰隻名叫執念嘅困獸。佢開口啦，把聲唔大，卻好似重錘一樣砸喺每個人嘅耳膜上。佢只講咗短短5個字，就令剛才王菲建立起嘅淒美意境轟然倒塌。佢話：你早該放手。呢5個字唔係安慰，係清算。張柏芝呢句話入面藏住太多潛台詞，你王菲嘅放手係逼不得已嘅。呢20年嘅拉扯，不過係你喺一個本該屬於我嘅家庭廢墟上面跳咗一場漫長而無望嘅獨舞。張柏芝呢一招係真正嘅孤注一擲。佢唔要體面啦，佢要用最直接嘅刺痛話俾呢對世紀戀人聽，你哋以為呢個係愛，其實呢個只係對人哋嘅殘忍。謝霆鋒嘅臉色由白轉青，佢睇住呢個曾為佢生落2個仔嘅女人，面目熟悉又陌生。王菲冇回頭，但佢嘅膊頭微微震咗震，嗰係天后最後嘅自尊喺抵抗羞辱。隨住張柏芝呢句話落地，嗰種名叫體面嘅幻覺徹底碎裂。而就在呢個窒息嘅最高點，一直企喺陰影入面，那個繼承咗謝家所有冷峻基因嘅少年，終於爆發啦！一直隱沒在酒會陰影，
好似一尊冷峻雕塑般嘅 Lucas， 終於喺嗰聲放手嘅餘音中徹底爆發。佢從陰影入面走出來，嗰張酷似謝霆鋒年輕時嘅面孔，此刻卻布滿咗謝霆鋒從未有過嘅猙獰與狠勁。佢直勾勾地盯着那個被稱為佢阿爸嘅男人，爆發出一聲足以貫穿蘭桂坊黑夜嘅怒吼。呢聲怒吼等謝霆鋒成個人如遭雷擊。Lucas 字字見血，佢話：你哋嘅愛恨係一場沒完沒了嘅爛戲，但點解要等我哋嚟買單？呢把聲入面帶住一種近乎絕望嘅淒涼。喺 Lucas 嘅眼入面，這些所謂嘅世紀牽手、世紀復合，不過係長輩們為了填補內心空洞而進行嘅明爭暗鬥。佢頂唔順喺報紙頭條睇父母嘅感情進度表，頂唔順喺閃光燈嘅縫隙入面尋找哪怕一點點純粹嘅親情。謝霆鋒張了張嘴，卻發現面對親生仔嘅指控，佢喺名利場練就嘅圓滑辭令，竟然連一個音節都發唔出。王菲依舊冇回頭，但那一刻，她清冷嘅背影竟然透出一絲前所未有嘅狼狽。我哋必須將時鐘撥返去千禧年。喺嗰場堪稱世紀牽手嘅畫面入面，王菲拖住那個比佢細11歲嘅謝霆鋒，穿過閃光燈嘅叢林。如果話王菲係謝霆鋒想要觸摸嘅月亮，咁張柏芝就係佢無法擺脫嘅萬有引力。點解要反覆拉扯？因為王菲要嘅係絕對嘅純粹，一旦發現謝霆鋒嘅眼神入面有咗張柏芝嘅影子，佢會毫不猶豫地切斷所有。而張柏芝要嘅係絕對嘅佔有，佢要死死抓喺手心，直到鮮血淋。當那句祝福落地，所有人都在問點解？秘密嘅核心在於，王菲終於發現自己深愛咗20年嘅那個謝霆鋒，一早已經喺現實中磨平咗稜角。現在嘅謝霆鋒是一個商界精英，是一個喺廚房尋找安全感嘅廚師，唯獨不再是當初咁對住世界挑眉嘅少年。更深層嘅內幕是，在那些不為人知嘅深夜裏，謝霆鋒頻繁接起關於細路嘅電話，張柏芝投射過嚟嘅生活碎片，都在提醒王菲一個事實：她從來冇真正擁有過完整嘅謝霆鋒。天后意識到自己竟然喺50歲嘅年紀，仲參與緊一場名叫爭寵嘅低級遊戲。呢對於骨子裏傲氣凌人嘅王菲嚟講，是一種無聲嘅凌遲。所以最狠嘅告別唔係互刪好友 Liricals， 而是我祝你幸福，然後親手將你推返去那個等你痛苦、等你疲憊，卻又是你宿命歸宿嘅泥潭裏。而張柏芝手握住謝霆鋒呢世都無法償還嘅債。每一次佢帶住細路出現在機場，其實都係向那個遠在雲端嘅世界投擲炸彈。佢不需要去搶謝霆鋒個人，佢只需要毀掉謝霆鋒同王菲嘅清靜。所以當佢講出嗰句等全場窒息嘅話時，嗰其實係佢以聖母嘅名義行使魔女嘅審判。佢要讓全世界睇到，所謂嘅真愛在面對一個母親，面對一堆破碎嘅家事時，是多麼地冇力。張柏芝贏咗咩？佢或者覺得自己終於贏反咗個場子，但如果你望入佢眼底，你會發現嗰度只有一片荒涼。佢用20年嘅光陰，將自己變成咗一柄劍，刺向咗人哋，亦刺穿咗自己。王菲、謝霆鋒、張柏芝呢3個名字曾是香港娛樂盛世最後嘅圖騰，但在呢個驚蟄之夜，當天后眼角含淚被縊回泥潭，神壇倒塌啦。謝霆鋒在特特寫鏡頭下滿臉疲憊。當王菲轉身離開，佢喺嗰個瞬間表現出嘅呆滯，其實係對自己人生徹底失控嘅恐懼。張柏芝則必須在紅塵裏摸爬滾打，消費自己嘅過去嚟換取個仔嘅未來。當3個人在酒會中心對峙，其實是3種生活方式嘅終極碰撞，讓原本光鮮亮麗嘅名利場喺那一瞬間變成了一座人性嘅廢墟。呢唔單止係一場八卦，呢是一面鏡子，鏡像裏是我們呢些看客逐漸老去嘅青春。當王菲轉身，當謝霆鋒呆住，當張柏芝西後，佢哋其實是替我們完成了那場遲到咗20年嘅宿命清算。喺呢個驚蟄之夜嘅尾聲，喧囂終於散去。呢度冇大團圓嘅虛偽和解，呢一場最狠嘅告別，
最終通向嘅是一種名叫此後餘生、山水不相逢嘅歸宿。王菲走得極其輕盈，遠走嘅步伐裏有一種看透宿命嘅空靈。而謝霆鋒呢？佢嘅歸宿是返去那個充滿了煙火氣與沉重責任嘅泥潭裏。佢不再去追風啦，佢得到了世俗意義上嘅家庭與安穩，卻永遠失落了那個能等佢靈魂共振嘅幻影。張柏芝留在了原地，佢勝了，卻亦敗得徹徹底底。佢守住了謝霆鋒嘅餘生，卻守唔住那顆一早喺20年前就隨風而逝嘅心。喺呢場跨越20年嘅名利場大戲裏，沒有誰是真正嘅贏家。王菲嘅放手是身不由己後嘅孽，謝霆鋒嘅呆滯是晚景涼薄前嘅醒悟，張柏芝嘅一句話是階級焦慮下嘅孤注一擲，而 Lucas 嘅怒吼則是新時代對舊時代最無情嘅清算。當太陽照常升起，維多利亞港嘅潮汐依舊起伏。往事並不如煙，往事是一場大火，燒掉了所有嘅偽裝，只剩下呢滿目嘅人性廢墟。從此山高水遠，再無重逢。好啦，今日嘅深挖就到呢度。大家對呢場跨越20年嘅宿命恩怨有咩睇法？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記得點讚、分享、訂閱我哋，仲有開啟小鈴。我哋下期再見。